妈妈
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大家都望住我哋鏡頭嚇，準備望鏡頭啦，各位靚女，係揮揮手，遮住個面。點啊？係咪要錄多次啊？嚟3、2、1嚟。嚟準備3、2、1嚟。耶！親愛嘅各位定安村嘅父老鄉親、叔伯嬸母、兄弟姊妹，仲有我哋海內外嘅各位同胞，以及我哋各位尊敬嘅村領導嘉賓朋友們，大家中午好！大家好！我係今日慶典嘅主持人陳小蓮。落葉歸根，飲水思源，兄弟姊妹情義重，知父永念家鄉情。今日我哋大家喺百忙之中抽空回鄉歡聚一堂，隆重舉行我哋定安村村容村道進攻落成剪彩暨出嫁女回娘家致慶活動。首先在此讓主持人謹代表我哋定安村全體宗親對本次嘅慶典活動表示最熱烈嘅祝賀。同樣對我哋各位父老鄉親、海內外同胞以及我哋開心回娘家嘅各位出嫁女姊妹熱心回鄉參加慶典活動，表示最熱烈嘅歡迎！歡迎各位，歡迎大家！我哋共同祝願我哋美麗嘅定安村村運興隆，人才輩出，子孫萬代昌盛。祝我哋村中各項事務蒸蒸日上，我哋各位村民朋友們出入平安，大家一切順利，萬事如意吉祥啦！讓我哋齊心協力，共創更美好未來，打造更美麗家園定安村。好，我哋已經嚟到良辰吉時嘅時候，進行我哋今日呢個剪彩儀式。首先有請我哋嘅助手帶同我哋嘅剪彩隊伍就位。有請醒獅團隊準備企後邊嚇，兩個獅頭企上去，企我哋呢後邊，唔好擋住個村名就得啦嚇，注意個位置好嗎？落成剪彩，現在開始。我哋各位父女鄉親、叔伯嬸母、兄弟姊妹，共同跟住主持人倒數5個數，一齊剪彩下，嚟倒數啊！5、4、3、2、1，請剪彩！剪彩禮成，祝我哋
宣發興隆，人才輩出，子孫萬代昌盛。好。請合影落嚟。哦，蒸蒸日上。Hello。好嘅，多謝我哋嘅醒獅祝賀，送上我哋最美好嘅祝福，多謝晒。我哋喺為內外嘅叔伯先妹捱啲妹，夾佢出嫁女嘅啲妹們嗌交。哦，你掌聲。哇，上搭子啊！我撩晒啦啊！哇，好有誠意啊，真係噶，唉，俾啲掌聲啊，村長啊，辛苦啊！哇，嗌換眼鏡嚟啦！哇，真靚雜子啊！你啲掌聲啊！團結嘅國會裏邊，國會海內外鄉嘅叔伯先妹捱啲妹，你捱啲妹們夾出嫁女啲妹們，和團奶團命嗌交，今日係我延安團團用團牛團共落成天台，正夾出嫁女為娘家嘅。愛好嘅多，良善嘅人，祝大家身體健康，老少平安，家庭幸福，工作順利，生意隆，愛愛相成。少年讓團內嘅海內外華僑，叔伯先妹兄弟姊妹們，出嫁女嘅兄弟姊妹們。我哋大家兄弟支持，我大家兄弟嘅幫助，讓我今日惠安團嘅今日嘅團用團謀歐樂成團交大家回燒韓基一致嘅成果。加翻我嘅延安團嘅團用團號，交我哋話更加靚。我一年我哋我華僑嘅人咧，廿個名額同埋乜嗰啲叔父，你捱啲妹們。少年我哋五有夫婦人生，五有人生夫婦，五連拿人生夫婦，五活滾人生夫婦，五連夫人生夫婦，五連飛人生夫婦，五陪結人生夫婦，啱啱嘅配為華僑，我哋係㗎。要出嫁女嘅咧，姊妹們嗌交，我哋五個人傾女攞，五情放女攞，五張放女攞，五寸面女攞，五泥錢女攞，五人和女攞，五日放女攞，五人票女攞，硬硬嘅姊妹們，我哋係㗎。今日我大家分隊一堂，叔伯先妹捱啲妹，
同埋國會裏邊反對以後，大家今日可謂係難得幾十年嘅機會啊！大家都大家見面，大家好過癮，我哋，所以大家嘅成果係嘛，今日能夠喺度，大家嘅努力係嘛，希望大家更加努力，把我哋搞更加好。還要我當然我我哋搞好，還係我哋大家五件條件上個中電線幫我哋搞團用團好，搞輪滿成功。喺我會維安團同埋開會華僑會嘅一中成員係個工作係比較好嘅。咁樣大家我哋大家喺個百忙之中找個時間翻嚟，大家分隊，我哋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生活愉快，萬事勝意。好啦，我哋鄉下嘅今日咧最開心就係班出嫁女啦，係咪先啊？好，咁啊接下落嚟，讓我哋咧邀請出咧我哋嘅出嫁女姊妹為大家咧講幾句開心回鄉嘅説話，好嘛？掌聲有請出我哋伍雙燕女士。係邊位啊？網友大家好，今日咧我帶着喜悅嘅心情上嚟，作為出嫁女嘅代表，向大家發表我哋出嫁女嘅感言。好感謝大家喺百忙之中抽出寶貴嘅時間嚟參加呢一次嘅活動。作為兒女嘅我哋，首先要感恩父母親給予我哋生命，撫養我哋成長，教育我哋做人嘅道理。你哋嘅恩情我哋都會銘記於心，你哋辛苦啦！我代表所有遠道而返嚟嘅出嫁女，向籌備呢一次嘅剪彩活動嘅家人們表示最誠摯嘅感謝。感謝娘家人為我哋出嫁女搭建呢一個咁難得嘅重逢平台，等我哋有機會再次咁樣感受到娘家嘅溫暖同埋親情嘅力量。仲有感謝為呢一次剪彩活動捐款俾我哋出嫁女買旗袍啦、買鞋以及所有飾品嘅幾位大姑同埋姑姐嘅，仲有熱心捐贈花籃、大旗、彩燈、氣球、彩帶等等物品嘅鄉親以及各位親朋好友，你哋嘅熱心捐贈為我哋娘家添加，為我哋返娘家添加美麗嘅色彩。同時好感謝所有海內外鄉親以及所有大力、所有出嫁女為呢一次嘅活動捐款嘅，有你哋嘅大力支持，先會將呢一次嘅活動辦得有聲有色。有大家嘅團結，先將呢一次嘅活動辦得圓滿成功嘅。多謝嘅話呢，我就唔多講啦，講得唔夠好嘅就大家多多包涵嚇。最後呢，我就衷心咁樣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多謝大家。好嘅，逐一上嚟講下開心説話啦，好嘛？咁接下落嚟就俾啲掌聲嗌聲我哋阿華叔啦嚇，伍新華先生，上嚟講幾句嚇。兄弟姊妹，各位出嫁都為祝大家身體健康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意興不落得眼睛。現在呢，我哋要團嘅團長、科長，同埋要團嘅咧聯合辦都會辦咧，要咁講，要台長能夠靠海內外紅包，依大嘅外界啊、支持界啊，同埋團咧出嫁都人生紅人下邊，交完我團咧團咧會上嗰方面要希望下一組大家要呢度有嗰個要門口為呢條路要街道要努力，希望大家
有紅的藍的，依然有交好像出大路啊！今日咧祝開條係紅包，依人呢個先生嘅佬係咪要到出嫁都日啊！依人呢個先生嘅佬係嘅禮賓出現平安先生嘅佬大家。各位兄弟姊妹，我今日出嫁女，我為表大家。出嫁女為娘家，好為靚，見到叔伯兄弟姊妹個個都咁熱心支持呢條村搞嘅村場好靚好靚，我好感謝，大家都祝大家身體健康，全體嘅市民，叔伯兄弟姊妹個個都身體健康，樣樣都順利利啊！揾多啲眼支翻去，第日再搞好啲全場。多謝晒。好啊，多謝我哋嘅出嫁女啊，我哋黎晶姐，好啦，好。開心嗎？咁啊，開心嗎？各位選拔兄弟啲文化小妹都冇太久啊！今日我好為你們人家電台。交我個團長啊，要聲要聲，希望大家一齊靚明明，平安團一帆風順，身體健康，大家旺旺亮亮，我哋大家啊！哇，你講幾好，哎呀，好嘅，先同大家打聲招呼，開心啊！各位父老兄弟，出嫁女為娘家，為嘅咩呢？好為靚。大家太太好了，平安團為娘家，祝大家咧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庭幸福，好似嘅主官已講我要後面嘅路咧平安，聽大家咧紅咧，把個團用咧交好，誠誠實實，所以咧我希望咧大家咧紅咧，把個團交好。環境衛生，我哋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好呀，係啦，大家都齊心協力咧，希望可以對我嘅鄉親，我嘅兄弟姊妹、叔伯師母，為團會咧嘅愛領下呢種愛力支持，把我嘅團用團貌咧搞得更好。當佢咧團長同埋金超白。都係出咯，嗱要睇下我個書所後面嘅書所條路咧，萬年交一樣，所以我呼籲對度嘅各位兄弟姊妹，包括咧人哋聽的朋友對外嘅兄弟姊妹，老華僑都要努力向前，團結一致，團結對咧團長嘅召會，把平安團搞得更好。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勝意。各位兄弟姊妹，鄉親父老，開內外紅包，大家好。今日好為靚翻嚟平安團電台，見到啲入嚟見到嘅團場份量真係好為靚，我哋大家啲妹，叔伯先妹，屋企嘅團長大家咧協力搞好個團場，好為靚，希望對得對嚟，大家再出啲活力，搞好個團場嚇。我今日好高興翻嚟見到叔伯兄弟姊妹，我離開呢度就幾十年未翻嚟對會過，今日開心到我瞓唔着，開心到大家。陪我運用大家開開心心，多謝晒。各位嘅叔伯兄弟姊妹們，大家好。我今日好開心翻嚟參加我平安團嘅團用團號嘅徵該落成電台。我哋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庭幸福。人生路程樣樣都好啦係好咯。多謝叔伯師母，今日見到個團場好靚，好高興，希望大家對得對嚟，祝大家身體健康。
出嚟平安，係咁啦，多謝。係，最緊要上嚟影下相，為表感謝大家嘅出資出力又出心嚇。好咧，我就希望大家團結一致，對的對嚟，翻來屋咩嘅有水泥路，景區有完成，我哋啊大家身體健康，幸福。我就幸福生活嘅。哇！個激動到震啊！哇！咁乜花咧？我哋大家翻嚟平安，出街都翻娘家。我哋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幸福愉快。嚟攞個花影下相先，哇！我啲女 fans 啊！大家好，我係伍甜少，嚟我呢度好叫咯，要好個年就5年啦，一啲咪換兄弟，啲咪換叔伯都5年啦咯，見咩飯係好高興，顏色又好個顏，所以咧我啱間見咩飯係顏色大家。見到個團場嘅時間我好靚，我好開心，所以咧希望大家保持呢個環境，生活得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多謝大家。講得非常。大家好，係身體健康，我講幾句啦。諗嘅人啦嘛，我啲後生啊，小朋友呢對啊，你掌聲嘅加油！哎呀！大家好，我係伍曉怡嘅女。我係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好嘢！見到未啊？見到衰嘅女啊？係啦，係啦，見嚟名幾好啊！尊敬嘅各位父老兄弟們、嘉賓們、聽內嘅兄弟妹們，大家好！今日我們出家女會，愛着喜瑞或基情嘅神庭內，感謝開內外兄弟叔伯。心無兄弟們叫天和們為娘家參加迎歡團盛紅旗燈推致慶，我們表示崇高嘅感謝。好，同我哋嘅攝影師笑一笑，錄一錄影。書記啊，阿管啊，開門你陣話。很好，俾啲掌聲，多謝晒。咁啊，睇下我哋嘅時間，去到12點半啦。大家煮緊湯圓係嘛？我哋直圍嗰邊咧係煮緊中午嘅呢一個美餐嚇，大家咧係準備一邊欣賞醒獅表演，一邊咧係等我哋嘅中午餐啦，係為大家上菜嚇。好，我哋進行彩青啊！咁啊，稍後咧，我哋咧會有請出我哋嘅出嫁女代表啦，係接青。
計嘅去，男將個男佢嚇，印象獎啊，印象獎啊，印象獎。俾啲多啲歡呼聲加油啊！生好嘢啊 ！Alex 相信我啊，好腰力，好腰力，好腳力，好腳力。踩車成功，祝大家龍精虎猛，身體健康啊！踩車嘅好意頭咧，我哋啲車咧係嗌做生財啊嚇，生財有道，做生意嘅朋友生意興隆啊！大家加熱到興旺。擺定個 pose 俾大家影下相咧，係啦，哇！好，有請村長接車，生財有道。係，大家家業興旺，生生猛猛，身體健康，丁財兩旺啊！丁旺財旺，我哋定安村啊，村運興隆，人才輩出啊！食湯圓啦，咁啊一邊等食湯圓一邊睇我哋呢個中國功夫啊！首先有我哋嘅秦氏軍法，哇，精幹有力啊！啲叔父都學翻兩招啊！叔父，見到啲叔父都睇得幾開心啊！昂高個頭啊，昂高個頭嚟睇下，就算
晚燈光，爽分各優美。明淨眼眸似星光般亮，為這晚昨天上演美。新时代。